台北少年观护所是暂时收容12岁以上到18岁以下涉嫌犯罪情节重大少年囡仔。京城少年关怀协会伫咧休热期间去到遐办营队，鼓励囡仔唔通放弃家己。志刚用活力和正面能量带动少年囡仔过关斩将，这是台北少年观护所，一侪囡仔可能因为家庭失功能、交到歹朋友等等，脚步打叉入来少管所。中华民国精神少年关怀协会伫暑假举办精神转化营，今年是因伫少管所举办营队的第10年。协会就一志刚入来和这囡仔互动，因认为这么是社会沟通的一部分。说他们可能就是新闻上看到那些很凶斗狠的样子，但其实持续跟他们互动，然后透过营队，其实看到他们可爱的一面，其实就是跟一般的小孩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那这时候他就会去思考，就是我一开始是不是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孩子，是不是错失了他们有一些可以翻转人生的机会？协会表示，当年伊拢会招有差不多背景的友伴来到少管所和这少年囡仔分享。今年就有一位志刚较早嘛要因为脚步一时打叉带过少管所，用几年的时间反省过去，调整家己嘛考调大学。今年伊特别来做志刚，希望用家己做的，和这囡仔有改变的勇气。有时候走到今天，真的是小时候有很多的不好的时候没有被接住。我当初也以为自己就一定就是可能就完蛋了吧，就像别人讲的说，被关过就没有用啊，或者是说我一定会进进出出这里。可是其实后来我并没有。对，我就想要告诉他们说，人生呢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。协会表示，其实这个囡仔要离开少管所时，这是真正的挑战。伊嘛一直拢积极和囡仔约出所以后食第一顿饭，后续嘛更有追踪辅导，要透过实际行动来帮助这个囡仔适应社会生活、行正途。记者卢长如、曾俊尧、新北报道。